为顾客解说材质不用说明书，而是拿来一杯茶，怎么回事？那它可以倒在上面吗？对呀，你们都不知道吗？不知道啊。好，它就擦一擦之后，甚至你不擦它都没有关系。这是知名地毯代理商执行长张典婉最热衷的表演，敢这么做是对自家产品有信心。防水涂料、回收再制，来自瑞典的绿建材，十分环保。它是从海底提炼的盐、海底提炼的氯化钠来做的，所以它不是合成的塑胶类。融入东方编织概念，每张地毯多了南岛风情和禅味。蓝天、绿地和阳光三种色调交织出人类对自然的渴望。还有拉门、茶几、座椅裱画，逐一体现科技生活化的价值。2005年拿下中国代理权，张典婉带领团队前进中国。面对新市场开发，不急着攻占，而是用文化做生意。我觉得我们可以做很好的桥梁，就是把外国的新的设计的概念跟文化的差异性，甚至对颜色啊、时尚啊这种概念，就交给那个就跟大陆的一些设计师、建筑师做一些沟通，这样子。走在时代前端，用艺术过生活。张典婉所传递的，要让时尚更实用。当环保已经是一种潮流，它能够结合时尚，就会让人心生向往，更容易推行了。我们现在看到这些，有配这种筷子 game， 还有其他更多款式吗？欧马该有马该，要什么有什么，应有尽有。应有尽有，你也可以说欧马该有马该也可以，对不对？高科技编织的地毯是智慧的成果，但更吸引人的其实是背后关于生活的省思、探索与落实的意念。而这就是文化的底蕴。有配这种款式 game， 爱马给有马给，有配这种款式 game， 爱马给有马给。